那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进前是捌表示，有咧规划已经停机的核能机组，若是拄到紧急状况的时，会当恢复运转。这是引起外界咧质疑民进党的恢复工园政策跳票。昨昏赖清德亦表示，恢复工园的理想并无改变。也若侯友宜准备要代表国民党出来选总统了后，即马是有人甲批评讲，伊无换议题摘掉，而且伊伫网络支持度嘛输瓜文德甲赖清德。侯友宜是强调，伊是做事的人，伊会用议题来证明伊做比民进党也搁较好。进前，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伫出席大学生座谈的时阵讲到，相关单位当地规划已经停机的核能机组，维持未来会当紧急使用的可能，引起外界质疑民进党恢复工园的政策有变化。早起赖清德出席活动的时阵表示，恢复工园的理想无改变，未来也会持续加强推动绿能的发展，但至于极端紧急的情况，我们也必须要预先设想可能的解决方案。不过，这一些仍然需要跟社会进行沟通对话。赖清德表示，去年3月行政院公布今年摆放路线图，会伫科技研发甲气候法制两大基础，推测能源产业、生活甲社会这4大转型策略，逐步走向2050净零转型的目标。立委洪申翰是讲，民进党也是会坚持恢复工园的精神甲路线来规划能源政策，特别是各种再生能源一定会优先扩大进行。包括太阳能，包括风力，包括地热，甚至未来海洋能、生质能，那都会是我们发展的关键。到第2024大选各党派总统候选人公布了后，国民党所定调的新北市长侯友宜，说服党内立委认为有待加强，因为伊的网络声量无亲像赖清德甲郭文铁，也无主导议题的能力，应该想办法提升。民进党为什么要让他政党轮替？我们为什么做得会比他好？我们要用这些议题来凸显我们有能力，也有比民进党做到更好，赢得民众的信心，这才是我们要主导的议题。侯友宜认为，这几年伫民进党执政了后，会当看到民生困难，各项欠建设，除了欠电、通膨、乌金真济，中央一寡议题完全无法度支援地方的需求。面对这些问题甲挑战，伊会听民意，到各县市了解大家所面对的挑战。若是既然传出换候的声音，党内高层也积极伫高正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担任竞选总部主委，暗过说互人拒绝3届。跟他们的团队也不是很熟悉的哈。要磨合也不太容易了，二方面呢哈，我想我们能力也有所不及了哈。那么他一定有更好的人选来担任主委。王金平建议侯友宜应该邀请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来担任竞选总部主委这个职务，是上好的选择。外团伫723全大会正式提名侯友宜进前，郭台铭这边有计划3个方案。对这代志，侯友宜是相信郭党会信守承诺，挺伊到底。记者综合报道。当再来